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7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台美的关系搁较进一步咯。美方正式公布讲，国务次卿克拉克今仔会率团来台湾访问，专机下晡就会飞到台湾。3天的行程，除了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嘛出席李前总统拜来个别追思礼拜。外交部嘛证实这项消息，表示讲真欢迎。 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以及环境的次卿克拉克 （Keith Craig） 在9月17到19日率团访问我国。这是美国国务院自1979年以来国务院访台最高层级的官员。外交部对于克拉克次卿的来访，我们表达诚挚的欢迎。在台期间，克拉克次卿将与蔡总统以及我国的政府高层互动，这也彰显了美国对于台美关系的重视跟一贯坚定的支持。 我方深信，克拉克次卿的访问团将透过实地了解我国最新的政经发展，进一步深化台美之间的紧密经济连结，以及双方具有共享价值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伫今年8月份，美国政府派出卫生部长阿扎尔来台湾访问，即嘛阁再次派出陆海关前层级的政府官员来台湾。外交部表示这届访问团会进一步来讨论台美经济合作。克拉克是41年来访问台湾层级上悬的现任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也伫台湾踮到9月19，台美高层敢有啥物交流甲互动，外界拢非常的关心。 再来看克拉克来台湾访问，明仔载会参加台美经济商业对话，会甲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来会面。拜六会出席前总统李登辉的追思告别礼拜哦。伫克拉克访问台湾的消息还未正式之前，中国国台办又搁强调讲，台湾议题是中国内政，拒绝外部势力的影响。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奇今仔日到19带团访问台湾。 这是美国国务院自1979年以来访问台湾上悬层级的官员。中国国台办则讲，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准外部势力干涉。民进党当局不顾民意反对，为了政治目的执意开放有问题的美国农畜产品进口，损害岛内民众的健康福祉。现在又以此为投名状，打着经济商业的幌子同美国发展官方关系。 这只会进一步任由美方宰割。克拉奇这边来台湾，主要是要参加明仔载台美经济商业对会，也甲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见面。拜六参加前总统李登辉的追思告别礼拜。那我想这个合作没有。所谓的官越大要的越多，而且我们其实是非常欢迎非常欢迎这个克拉克可以带这个团来访问，因为这是有史以来这样的一个高层次来台湾，那这个也非常有实质的意义跟象征的意义。 外交部长吴钊燮伫华府底下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表时政演讲，表示台湾已经解除美猪美牛进口限制，希望国际启动台美 BAT 协商。Our move will be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more comprehensive Taiwan-U.S. economic cooperation. We sincerely hope that these will open doors and pave the way for substantive talks on closer trade ties, including a BTA. 吴钊燮伫演讲中强调，台湾徛伫咧保卫民主的前线，中国用军事恐吓、经济威胁、加假信息等方式威胁台湾。不过，台湾会捍卫自身的自由加民主的生活方式，对抗中国的扩张。也希望民主国家大家做伙合作，维护共同价值，自由一定会胜利。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会使看到台湾的附近云较少，天气是甲昨差无偌济，大部分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只有台东跟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南部甲各地山区过道无局部的雷公雨。温度方面哦，各地温度大约是33度到36度。气象局嘛针对13个县市来发布高温的特报，其中台东跟南投是柑仔色灯号，有可能会连续出现36度以上。 的高温哦，上好是卖伫户外来活动。另外，空气品质部分哦，西半部爱特别注意空气污染，尤其是北部、中部、云嘉南、甲高雄、佮屏东地区，空气品质拢是柑仔色提醒。
再来看昨第11号风台红霞已经形成，风台的路线应该往中南半岛来移动哦，离台湾是愈来愈远。也毋过特别注意，明仔载拜五开始，南部甲外岛会有长影。另外，伫美国沙利风台虽然已经减弱，成做是热带风暴，也毋过哦，海水是冲到林家厝，有人挂伫树顶等待救援，有40个人互救起来。以北极飓风的强度，伫16早起登陆阿拉巴马州高尔夫海岸的沙利，16一度减弱做热带风暴。要经过非洲彭萨科拉时阵，以1点钟8公里的速度伫咧行，差不多是人行的速度，风速1点钟113公里。因为震动甲正慢，暴风圈经过的所在拢是着长时间的风雨侵袭。彭萨科拉海军航空站水淹61公分悬，市区差不多淹1公尺。埃斯康比亚镇有命体淹水，救援人员救出40几个人，也讲一家伙仔4个人是伫树仔顶被找到。国家国防中心讲，沙利向东北方向慢慢刷震动，雨水正大，可能会威胁生命安全，影响时间会一直到17。非洲阿拉巴马州甲乔治亚州有可能发生冷光风。另外，西太平洋编号第11号风台红霞，昨透早2点形成。中央气象局讲，伊的中心伫18个登陆越南，对台湾袂有直接的影响。不过，红霞台风预计它的移动路径是比较偏西南、西北西，往中南半岛的方向在移动，所以距离台湾是会越来越远。但是要比较留意的是，从周5开始到周日，在台湾的西南部以及东南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以及澎湖跟金门，是有机会出现长浪的。不过18一度开始，方面挖过来，北台湾会转做有局部短暂转好的天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日报纸新闻，先来看《自由时报》路透社9月16日报道指出，美国川普政府暗算要购买武器给台湾，包括智慧水雷、旋翼飞弹、无人机等7种的武器，希望会使加强台湾的军力。国防部昨嘛回应表示，目前在评估也是讨论中的军购案哦，并未对外说明。再来看《澎哥日报》，内政部公布讲，去年国内民众平均的寿命是80.86岁哦。若是扣掉个人10大死因第1名恶性肿瘤，去年平均的寿命会使来增加3.96岁，会使到84.81岁。再来看《联合报》，原本哦，今仔要开始实施的翠暗双杠印标识，指挥中心总是表示，因为西田有1点仔白付，所以要延到9月24才要开始。网络的通路10月12才会使摕到翠暗。再来看公司台语台台语我上赞的节目主持人，今年36岁的艺人黄鸿升小鬼，昨日出任过身，北投分局是表示，因老爸发现的时阵哦，就已经无气啊，为怎样会向过身？家属嘛等下要验尸哦，来了解死亡的原因。日前，黄升北投的徛街，车辆是进进出出，也有殡葬业乌色的厢车开入大楼，准备载运遗体。因为16早起传出艺人黄鸿升伫徛街过身，各界拢真着惊。下晡当地派出所出面证实伊过身的消息，不过死因依然在调查当中。本所辗转的请士林地检署做刑事相验，以厘清死亡原因，不便来对外说明。民警表示，报案人是黄鸿升的爸爸，佮还原现场，表示伊爸爸平常时拢会约伊食中昼饭。早起11点25分去伊住的所在，发现后生倒伫个夜景外口，身体已经冰冷，马上报案。黄鸿升雄雄过身，享年36岁，捌做偶像团体完搬回了后，不止主持节目发行专辑、拍电视剧、电影。今年年初主持公视台语台实践教学节目台语我上赞的时阵，伊也表示家己自细就甲阿嬷讲台语，万个将阿嬷话学转来。你走的时阵，你会安尼袂？安尼。检察官受验关闭，已经排除外力造成，不过确实死因依然爱解剖鉴定。按算9月18日下晡2点半，伫板边进行解剖，进一步调查死因。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7月初3，海军陆战队在伫操演的时阵哦，树泥船丙船有一位受到重伤的中士阿马勒倒卡肚，送病院急救治疗。经过2个多月，伫昨透早因为器官衰竭等真侪并发症，家属同意放弃急救哦。伫昨早起9点40分过身。
因为7月23日苏家船丙船以外，同享分别31岁海军陆战队中士阿马勒道卡杜，伫经过2个月嘅努力了后，又挽救袂转来。16早起9点40分，因为心律无平静，心息一直颤，加上多层器官衰竭不幸过身。亲友甲海军陆战队知道消息了后，也是第一时间表达哀痛甲唔甘。对于阿马勒道卡杜中士他的英勇事迹，就是我们国军全体人员的表率。这个总统以及国防部各级长官都指示我们会做好全力的协助家属办理追进因公抚恤，还有后续的丧礼相关事宜。阿马勒道卡杜巡回期间，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拢报告病院探望，蔡地人要部陆续联系经由祝福卡片，也是教会祷告，希望伊早日康复。而迄天受轻伤的中士陈玉英在纪念孙一官兵陈志英的影片内底也讲到，因为阿马勒道卡杜甲陈志英2个人留医，才互伊成功救起来。一落水，我那时候是最靠近中士阿马勒学长跟志荣学长那边，对。然后那时候当下因为我一直喊救命，然后那2个学长就是因为吴永志下士吴永志也在前面，然后就是请他赶快过来救我。过去2个月嘅阿马勒道卡杜也把家己送开跳毒叶克膜，无想到最后也是传出不幸的消息。桥头地检署检察官下报到国军总病院左营分院进行详验，详验了后，遗体交由家属领回送回故乡屏东。记者自王下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各个国家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2900万例，93万人死亡。来看最新的统计，台湾暂时增加一例，目前是500例；中国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4900多例，日本超过77000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682万例，印度超过500万例，巴西超过441万例。伫欧洲方面西班牙超过61万例，英国超过38万例，法国超过44万例。再来看全世界武汉肺炎的患着武汉肺炎的人已经有2980万人哦，死亡的人数嘛已经超过93万人。印度的确诊的病例嘛已经超过500万人，伫11天内底就增加100万人以上。另外，伫西班牙哦，本来是疫苗试验者，因为听到Oxford英国牛津大学疫苗有副作用哦，所以就要退出这个计划。新冠疫情到大要小媒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累积超过2950万人确诊，有93万5千多人死亡。确诊人数第2多国家印度，过去24点钟新增加9万多例确诊，累积超过500万例，有8万2000人死亡。9月初5到16，11天内印度就增加100多人确诊，为400万人窜悬到500万人，真有可能超过美国，成做全球确诊人数上多的国家。现在疫情的重灾区美国，总确诊的人数超过660万人，要19万6千人过往。CNN 引用上新的医学网络研究期刊指出，新冠病毒真有可能去年12月份就伫美国咧传。研究资料发现讲，上早为12月22迄礼拜，呼吸道症状通报去互医生看的人数就明显增加，比美国官方伫今年1月份头一届通报确诊的病例，还佫较较早1个月的时间。We're very close to having a good vaccine. We're within weeks of getting it. You know, could be 3 weeks, 4 weeks, but we think we have a Johnson & Johnson, Pfizer. We have great companies, and they're very, very close. 川普10号参加美国广播公司举办的市民大会，伊伫这部电管表示，疫苗可能会伫1个月内上市。佮讲疫情无论安怎，早晚拢会结束。不过世卫组织的科学家史瓦米纳上15讲，注疫苗的人数爱有够，达到免疫的效果，才会当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生活水准。因若这至少要等到2022年。另外，英国药厂阿斯特捷利康甲牛津大学研发疫苗。传出有受试者疑似出现严重的副作用，嘛影响到部分自愿受试者的意愿。亲像交生伫西班牙的试验，都有一寡人因为安尼退出。Es que nos ha afectado en parte porque sí que es verdad que esta noticia de esta paralización temporal, que ya se ha reactivado el ensayo, pues hizo que voluntarios que teníamos ya incluidos en el estudio pues retiraran su consentimiento. 另外，德国嘛伫15宣布投入7亿5000万的欧元，差不多是260亿的台票，甲国内3间药厂合作研发新冠病毒的疫苗。教育甲研究部长卡尔利茨克表示，德国伫咧做疫苗的试验，拢会照期工。这嘛代表大部分的德国人可能要等到2021年年中，才会当注着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甲巴林这两个国家15日北京甲以色列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川普是认为中东的局势稳定对伊选情会有帮助，也毋过巴勒斯坦是谴责这两个国家无遵守承诺，对加沙走廊发射火箭。以色列军队嘛伫空中回击。美国总统川普15日在北京的南平草埔主持以色列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林两国中间历史性的关系正常化条约签约仪式。现场有百人见证，在1979年埃及，也有1994年约旦了后，头一摆有阿拉伯国家甲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This peace will eventually expand to include other Arab states, and ultimately it can e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once and for all. 阿拉伯国家因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侵略迫害，长期处在对立。这摆签署的亚伯拉罕协定也无解决以巴几10年来冲突。阿联巴林依然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不过川普政府说服因基于反对伊朗的共同立场，先把巴勒斯坦问题放在一边，先甲掌控区域经济军事的以色列改动关系，共谋合作发展。离总统大选无到50天时间，这场外交大戏又搁为川普加分。伊讲家己为中东找到空前的解决方案，有需要更加侪国家的加入。I think 7 or 8 or 9.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other countries joining us, including the big ones. I spoke with the King of Saudi Arabia. At the right time, I do think they will come in, yes. 虽然阿联甲巴林搁再讲，以色列未用进一步来并吞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是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不过巴勒斯坦政经无方通知，依然感觉被出卖，谴责两国背弃信念，表示只有以色列撤出占领区，承认巴勒斯坦建国权利，才有中东和平。签约迄暗，巴勒斯坦加沙走廊地区连续对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南部透明是响着空袭警报。第二天，以军对加沙走廊展开大规模轰炸。讲炸歹10个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弹药库、工厂、地下设施，也有武装人员训练中心。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昨早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前首相安倍晋三带领内阁总辞，下晡的首相指名选举，自民党的新主席菅义伟正式当选上任，嘛公布新的内阁名单。对国会议员宿舍竞赛，自民党党魁菅义伟照例行30分钟做运动，才开始一天的公务。前首相安倍晋三是伫首相官舍开临时的内阁会议，准備帶所有內閣遞交實質批。この間、さまざまな課題に国民の皆様と共にチャレンジ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ことは、私の誇りとす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臨時會開線，官舍職員獻花歡送安倍，為着要選做新的首相，會當舉行首相指名選舉。伫眾議院462票、參議院240票內面，菅義偉分別以314票加142票當選日本第99任首相。菅さんにもどうか安倍さんの路線を引き継いでいってこのまま頑張っていってほしいなと思ってます。いろいろ安倍さんの時に問題があ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のないように、国民がみんな納得できるような政治をしてくれればと思いますけど。19位内閣人數，菅義偉增加一個台灣關西萬豐大臣，其他人數親像是副首相、外務大臣等8個人，攏留任原本的職務。另外有3個人並選到其他的職務，5個新人，有4個是過去做過內閣的成員。原本的後生勞動省大臣加藤勝信，因為過去捌做過副官房長官，所以接菅義偉原本的職務變做官房長官。安倍晋三以自細漢就分予阿舅的親小弟岸信夫是出任防衛大臣。這份新人事公布了，新首相加內閣會伫暗時到皇居接受天皇的親任加認證儀式，宣告正式進入新政權。記者綜合報道。今仔國際上閣有啥大代誌，咱做伙點台灣來看世界。首先是美國總統川普15日電視節目中表示，講武漢肺炎的疫苗上經過3禮拜到4禮拜就使做出來。伫11月初3美國大選之前就使提供民眾來使用。也毋過有專家攏是認為講川普上過樂觀啦。有專家嘛講上緊，恐驚干那明年年底、今年的年底，還是明年初才做會出來。
再来看美国的司法部今仔起诉5名中国籍的骇客台湾、澳洲、都有泰国拢有电信业者受害。台湾一间大学甲香港亲民主派的人士嘛是受害者。美国的司法部表示，有超过100间的企业受到网络的攻击。再来看，因为疫情，国际骹球总会今仔是估计全球骹球界的损失是超过140亿美金哦，差不多是新台币4090亿。国际骹球总会嘛准备15亿美金，要来作为紧急纾困的基金。目前嘛已经有超过150个骹球协会有申请咯。再来看日本参众两院哦，昨投票选出新的首相菅义伟。日本甲台湾的关系敢会有啥物变化？有学者是认为，菅义伟继续挺台湾来加入国际卫生组织，也毋过日本迄在地区的食品出口甲经济同伴协议，敢会有啥物新的进展哦？爱搁观察。荷兰经济市内伊娃奥吉桑今年71岁当选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的菅义伟，暑假又失地9月16就任，成做日本第99任的首相。宣告7年被高挂过安倍政权结束。菅义伟暑假伫咧安倍晋三2006年头摆当选总理的时，就被任命做总务大臣。伊也伫咧安倍任内做上久的内阁官员中官，会当讲是安倍非常信任的人。学者认为菅义伟就任了后，一定会继续安倍时代维持台湾和日本友善的关系，也会替台湾加入国际卫生组织。不过，在经济和贸易的这部分，也有一寡挑战。马政府后期或者是蔡政府之后，就非常稳定的，而且民间的这个彼此的感情也很好的。不过当然台日之间，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福岛县食品的一些问题，还是稍微有点障碍的。不如台湾和日本这阵并不是邦交国的关系，加上日本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接受北京一个中国的立场，日本和台湾的互动常常白卡白手。学者认为，台日的关系若要深化，要安怎重新启动经济伙伴协议 EPA 谈判，会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台湾甲日本的投资的保障这个协议，离马前总统先做一半，对吧？咱剩的这个一半，我都来继续无，就是台日会使来签一个EPA， 和咱台湾甲日本的这个贸易关系都较好。台湾是日本第4大贸易伙伴，去年去日本的台湾人就有500人次，对日本来台湾的人也有200万人次。台湾和日本也是印太地区重要的民主国家，随着暑假菅义伟就任，台日的关系会安怎样变化，也是各界关心的焦点。记者民进田有水台北报道。来看国民党确定无要派代表团去海峡论坛，也毋过亲民党甲新党嘛是会派人去参加哦。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讲哦，就针对国民党取消参加的行为，认为讲这是因为台湾的政治局势甲心态所造成的。嘛强调讲中央电视台自头到尾根本就拢无要回失礼的声明。国民党确定未派代表团去海峡论坛，也毋过亲民党甲新党有缘会去。16早起，甲黄领带新党组成5成店，也个甲柑仔色领带亲民党党务顾问李建南最近出现伫同机场。代表亲民党不是去求和的，我是去寻求两岸同胞共同研究，怎么样找到一个和平的路。党中央知道你会过去海峡论坛吗？我是以台商的身份过去的。对镜头，国民党前大陆事务部副主任是郑低调，也毋过国民党一位前发言市长魏茂春正大方的互大家翕。目前像以前人真多，今年因为疫情，国家中国央视主持人李鸿求好的讲法，但为着道歉的国民党决定袂去。秘书长李建良捌讲，李鸿有传一份道歉的声明，也毋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讲无这件代志，根本不存在所谓道歉声明完全不符合事实。这件事情出现这样的结果关键的原因是台湾内部诡谲的政治形势和恶劣的政治生态。国民党未参加第12届海峡论坛，中国也原因关乎台湾的政治因素，也强调海峡论坛是民间性质的，只要两岸最近参加交流合作就会继续。也毋过林雅立委是无认同。我相信可能悬崖勒马会比较重要，停止所有的参加才是上之策。我们听到民意，然后我们当然还是必须就是说。
把两岸交流当作是重要的事情往前推了。那所以国民党的处境真的是比较艰难哈。国民党为着要让党内外反弹的声音小可较少来，无以正当的形式参加海峡论坛。国民党正立委陈学成对代志发展无意化，伊认为国民党的决策模式已经开始伫咧转变，对方一定要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的抽沙船一直金门大雨，海巡署嘛决定要强制执法，甲插口的抽沙船拍袂掉。澎湖地检署昨头摆拍袂去年10月份插口的2只船哦，价格超过1亿，也毋过无人来标，那船3边哦拢流标，得交予军方使用。澎湖地检署第一摆公开拍卖去年10月所查扣中国风桥9969抽沙船甲中兴36运沙船，限定有台湾籍自然人或者是法人应投标，按过真实尊赏是观望态度，最后流标，会搁找时间公告第二标。如果说完全拍卖不出去的话，我们也经过法务部里还有台高检这边都有相关的讨论了。作为军方的把船。好，或者是看我们的相关的公务机关有没有需求，那或者是集成变成人工鱼礁，对，那另外就是委托业者拆船，或者是弃置海洋。这2只船啊，拍卖底价分别是新台票9784万甲4016万，目前拢被澎湖检方查扣当中，确实3摆拢流标，要交予军方做把拦这方案。只是这几年来，中国抽沙船真猖狂，一直越界，海巡署也祭出铁腕执法。海巡署今年7月底才伫澎湖调动大型船舰以水炮赶走，佮配合特勤队、空勤队直升机联合出击，查扣中国抽沙船。海巡署统计，今年1月到7月底，已经赶走中国抽运沙船2988只，是近4年新高。今日海委会也以强硬执法宣示，杜绝违法抽沙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澳洲的广播公司之前报道讲，中国有一间数据公司收集超过200万笔全球重要人士的个人的资料哦。昨个标出讲，其中嘛有台湾2900个有头有面的大人物，亲像马英九、宋楚瑜等人。中共当局这几年武力分工真济，澳洲广播公司才报道，自2017年成立的新圳进华数据公司，收集超过240万笔全球有影响力人士的个资，建立数据资料库，传出甲中国嘅空军甲情报系统有关系。昨日美国媒体自由亚洲电台佮报道，其中包含2900名代级政商名流的个资，应分为7大类。譬如前总统马英九、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外交国安法界等人士，也有地方首长甲民代、科技界、民运甲学界甲娱乐界人士，甚至这人的亲人甲伴侣。内容也有有 email 地址这个资，也有部分人士法定文件甲犯罪记录。民进党立委蔡若宜、甲无党籍立委林昌佐的太太，也是闪电集团团长的叶湘怡，也拢伫名单顶悬。他身为闪灵的团长，也是闪灵的代表人物，在国际之间的知名度本来就很高，我跟他都不会对这个名单有非常的惊讶啦。以手工用安内监控就有办法达到吓阻的效力。事实上我们才没在怕的啦。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沈炳雄分析，中共若想要发动混合战，干预网络言论，会偏向收集一般民众个资。这数据库较针对台湾重点情报甲统战情报工作有关系。针对一些统战对象，譬如说我们的一些政治人物，然后可能比较有可能会听中国的话等等之类的，或者说学校的教授然后艺人，他最主要是要抓他们的人际网络，然后抓他们的这些动向他们平常跟谁互动。伊表示，为数据库应知影部分中应看出80%是公开资料，目前看袂出危险。确实有心人士对资料来分析，应整理出这人物的个性、人际关系有关爱国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法务部规划科技侦查法草案，互检警会使使用监控嫌犯的通讯软体哦。也毋过外界嘛质疑讲，安尼会侵害人权。法务部是强调，监控的对象必须要是本刑3年以上的重罪，嘛爱经过法官的同意，才会当来监控。
面对犯罪手段变化愈来愈侪，利用赖等等的通讯软体，无受到监控的方式来联络，互警方无法度掌握线索甲证据。针对这点，法务部研议科技侦查法的草案，互检警会当透过甲木马程式放入去通讯软体，进行合法的监控，引起外界的讨论。国民党批评讲，科技侦查法互宪法甲通报法变作无路用，而且会害台湾倒退转去警察国家。民间团体是烦恼讲，可能会侵害到人权甲隐私。只要讲必要。犯什么罪没有不知道，也没有罪名的限制，也没有法院审查，2个月内都可以，大家不紧张吗？我们的台湾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只站在你侦查的方便，你没有做横平的处理。科技侦查法草案明定讲，检察官甲司法警察爱伫2个月内，若感觉有必要，会当使用 GPS 定位监控。无需要第三方的法官来批准，这恐惊严重影响到言论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也有通信自由等等。若是认为法条应该爱对时代进步，法务部是安怎毋是先修通报法，是拟定新法，也有草案的预告期，敢若有短5天，这个讲敢是伤过老草。这部法案就是授权给政府，他可以带头去当一个骇客，然后来侵入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资讯。那就这一点而言，这个是不是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也是有一点疑虑。我想那是故意扭曲啦。我们一直强调，我们所针对的是犯罪嫌疑人，有科技的新兴的工具来依法来查证来侦办这些犯罪人。法务部强调讲，目前的法案无法度应对科技犯罪，所以安尼有必要爱立法。也若针对外界烦恼讲，检警监控民众的通讯软体，法务部表示，若要监听嫌犯，都要伊涉及到3年以上的重罪，法官嘛要开令状，袂无限制。了后会邀请专家学者讨论，互草案更较成熟、更较周至。记者综合报道。比特犬攻击其他的狗仔，甚至家人的事件，常常听到。农委会按算要伫9月底来预告，甲比特犬佮另外3种品种的狗仔纳入管理，禁止进口、禁止出口，嘛袂使饲佮繁殖生团，违法会使罚5万到25万。无绑所爱比特狗，甲厝边乌狗加掉入歪绑，边个人甲诱改公也无效。因为今年比特狗伤人的案件只有6件，比往年较侪。农委会打算伫9月底有个禁止比特狗，甲另外3种蓝种的狗输出输入，也个饲养繁殖，违反的罚5万到25万。斗犬的血统，所以它本身的个性在基因上就比较有攻击性的一些基因。农委会原本就规划，包括比特狗在内6种危险的狗出入公共场所，就要看1公尺半以内的锁法。一个挂会透开的喙炎，若要罚3万到15万，但法规正式实施了，业者就袂当搁再卖繁殖。因若是资本就伫咧饲的比特狗，主人会当继续饲，严格就要去登记列册管理。性性上是比较凶残一点的，所以我们蛮赞成农委会这样决定。最近新闻常常伫咧报比特狗攻击事件，大部分拢是主人无注意，或者是无绑锁造成。农委会上紧伫这个月底有过期是2个月，希望伫今年全部纳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过来，昨是个增加一个对菲律宾带病入境的武汉肺炎病例，是一位来台湾工作的查某移工，伊来到台湾的机场采检才验出病毒。昨指挥中心也宣布讲，上更严的签名在催暗的标示要延到9月20日才开始实施。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是一名菲律宾籍30外岁女性，因为工作在今年9月13来台湾，入境时无症状，由机场人员采检了后才确诊。同班机的接触者有19人，其中10人为前后2排的旅客，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根据指挥中心统计，今年7月26起，对着菲律宾所有入境旅客采取全部检查的做法以来，总共采检1023人，其中有17人确诊，入境的确诊率是1.7%。另外，也传出有6名伫台湾登去菲律宾的移工，伫菲律宾机场被验出新冠肺炎阳性确诊的病例。指挥中心已经赶紧列出在台湾接触者113人，包含头家、同事、朋友等，分布全台湾4个县区。因采检79人。那现在其中有23人的检验是完毕的那这23人的核酸的检验，就 PCR 的检验跟血清抗体皆是阴性。
李元丁17摆是开始实施的国产平民医用喙암双管引漂施政策，因为工厂物流加通路，这方面拢需要有作业的时程，也确定延后1礼拜来实施。要求所卖是名济双管引喙암会对9月20开始卖，超商有卖部分是对10月12开始卖。最主要是一个标示的问题。标示的问题，所以我们怎么样确保这样的一个大家要去购买口罩，要买到你认为想要买到的口罩，那其实跟标示是有一定的关系。李民众入境检查医用喙암指挥中心决定以250片5A为限，超过250片就必须要申报。另外，考虑最近缅甸疫情快速上升，即起加缅甸对中低风险国家移除，低风险国家新增加马绍尼群岛。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又搁发现有国际贸易公司对中国进口假造台湾制造搁当有 MIT 更硬的喙암哦，因为无医疗许可证，所以卡伫海关无法度入来。刑事局继续追查，嘛扣押20万片的假喙암，加一个细数的负责人移送地检署。纸箱仔内底底一盒的喙암，顶悬还佫有印 MIT 的更印，毋过详细看产地，煞是中国制造的。刑事局19去新北市10指的海关会柜场查扣遮的假造台湾制造的中国喙암，嘛去涉案细数的女负责人引导搜查，一个查落才知影讲，伊伫个喙암动卡手。为了谋取不法的获利，那竟向这个中国大陆进口医疗用口罩，然后再以钢印未标成 MIT 的字样。警方表示，这个51岁姓苏的负责人，伫新北市南口开国际贸易公司，进前是中国王老吉良地台湾区的总代理，却伫今年8月份改道卖喙암，顶一日以1袋2块半的价销，为中国进口假造台湾制造的喙암，其中10万袋大人的喙암，写讲有医疗用途。另外10万袋是一般的儿童喙암，想要以买价卖悬的方式来蹭利头，结果却因为无医疗的许可证，喙암就掉伫海关无法度领。卖口罩进大陆的，然后就是伪装 Made in 台湾。实际去公司登记的所在，警察讲公司已经搬走啊，而且嘛超过3个月啊。警方表示，姓苏的负责人讲，喙암是朋友拜托伊倒卖，审问了后，伊违反药事法，甲虚伪标记，移送地检署侦办。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了后，袂少业者想要趁机会用喙암来趁钱。目前到今，警方侦办伪造喙암的案件已经有13件，查扣仿的喙암超过51万袋。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检举讲，台北市西园路一间大树药局哦，交菲律宾制造的喙암，难得去徛名在喙암内底直播的药局是表示哦，是要书包细腻，甲家己要用的喙암放入去包装内底，卫生局嘛在调查中。卫生片当中，因看到徛名在喙암顶悬更硬，竟然是 Medtech， 毋是 MIT。一名女老师提健保卡到大树连锁药局买5包徛名在喙암，结果倒来了后才发现，其中4包36片更硬怪怪，甲喙암工厂联络了后才知影，这是来自菲律宾。台北市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启动调查。依据就是他们自己药局自行购买的医用口罩的数量，以及实名制的贩售数量进行后续的比对。那当然这个案子也已经检调进行调查。台北市卫生局表示，去稽查时，业者第一时间表示，员工无适宜将公司配给第一线药所使用菲律宾医用的喙암掺着的徛名字来卖，有偌济数量，医院爱检查确认。事实上，这毋是第一件喙암国家队出现问题。进前，新北市家己公司就将进口337万片中国制非医用的喙암掺入徛名字通路。另外，中华的和平公司也为中国进口一般的喙암重新包装成代制医疗用的喙암。我还是会怕说会有那种 Made in China 的，就是大陆的东西，因为毕竟疫情是从大陆传出来的嘛，所以其实我多少也会怕这种事情。仔细去看一下，要不然就会问那个店员说，这个有没有政府不合格的，他们就会讲。大树伫公开做新观测站发出重大信息，表示因为员工个人疏失，将家己用的喙암卖予消费者，当事人目前已经暂停所有业务，配合主管机关调查。菲律宾美的喙암是经过小所核准，有医疗器材许可证的医疗喙암，公司毋是直接向美的公司买的，是伫合格通路所买，并且今日提供予同事工作时使用。公司已经将买喙암的凭证交予主管机关。记者综合报道。
之前发生代志的南投仁爱乡武界坝，观光局是表示这个所在是禁止出入的，也毋过就去互民众也空讲，观光局伫今年年初要行销武界坝撩客行程。交通部长林佳龙当时表示，相关的行程已经对网站顶头提掉了，卖来检讨。造成4个人死亡悲剧的武界坝水尾河床已经封锁，毋过甲真侪旅行业者网页开开，也是有武界相关行程。原来是观光局今年2月份捌伫咧官方网站推出玉云武浦快乐树新生1日游的套装示范行程，包括武界地远看日出、溯溪等等的游程。虽然迄当阵伫咧网页公布必须要经伫咧河床的打水机，毋过发现影事件了后，观光局已经甲行程都网页提掉。应该是已经下架了，落实。这个安全的相关的要求，所以我已经请观光局联系所有的旅游业者重新去检讨先前推出的各种游程。交通部表示，经过了解，迄当阵这个示范行程是旅行工会反映讲，希望推出优质的深度旅游，所以观光局才结合在地部落推出示范游程。交通部会要求观光局专门清点检讨相关游程。观光局嘛已经发文予旅游业者通知当地的危险性。因为现在这样子一个事故的意外发生，所以呢，其实下游的部分就是会去走一些像是河床一些天的那个行程，目前我们就已经暂停了，因为那部分呢，其实现在那一区也全面都被禁止前往。业者表示，武界环境无过度开发，游客拢真介意。目前伫卖行程拢会配合观光局上新的规定，袂惊去河床，也是有溯溪活动，干内带游客伫咧水头的步道，还佫有吊桥来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市议会三读通过新北市强制拆除违章建筑收费自治条例了后，市政府嘛头摆来执行拆除收费的业务哦。有一间伫淡水的违章建筑，竟然是计33间的房间去租人哦，实在是真离谱。破坏机具一直芳无休困，套房价间的壁是真值钱，一个早也无法度家一面壁拍掉。毋过工人要拆，毋若即间房间。规栋拢是砖仔空的套房、甲房，因为新北市政府接到检举，违章建筑的面积差不多有1200平方公尺，煞计经计93间房间，恐惊有公共安全的疑虑，连拆除大队嘛感觉真罕见。现况总共是93房69位，那是属于我们这个在强制拆除收费里面的影响公共安全、社会治安的项目。那所以我们基于这个原因现在做内部隔间的全数拆除。拆的头一天出动12个工人，按算20天至30天内要甲内部拆好了。这嘛是新北市议会今年7月份三读通过新北市强制拆除违章建筑收费自治条例了后，头一届依法拆除有公共安全疑虑的违章建筑，因若拆除的费用75万，嘛去甲起的人来收。因若已经伫遮住10多年的厝卡，因为安尼爱搬厝，嘛感觉真无奈。我待了16年了，23大部分都是少年呐。4、5哦，都是老华北较济，有时候时间都还不到。主要是房东人很好了，他真的是在做一些公益的事情。这样才很可惜。很可惜，真的很可惜。除了1楼做店面来使用，2楼以上拢计经租出去，嘛有人替厝头家抱不平。不过因为有人去检举，新北市政府勘查了后，认为讲有公共安全的疑虑，所以决定爱拆除。若拆除收到相关的费用，拢会纳入去市库统筹。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有一个1岁半的查甫囡仔，顶个月24吞一粒2公分的球，卡入脑后无法度喘气，因为卡伤过久哦，无喘气有一段时间。9月14，医生宣布脑死。照顾这个囡仔的年母哦，因为无执照，嘛互伊过死伫死前班。救护人员赶紧甲1岁半这个囡仔送上救护车，伫咧车内紧来急救。救护车随后开往马街病院。新竹县这个1岁半的查甫囡仔，顶个月24，互人照顾时阵意外吞着大约2公分的弹力球，造成喘气困难，无气，失去喘气心跳。照顾的人发现，赶紧报警，甲人送病院急救。男童疑似欧卡，到现场后发现男童的保姆正在实施 CPR。9号人员接手后，发现口中有异物，因异物太深无法立即排除，即送往马街医院。
医师经过抢救，虽然成功有把这个弹力球给夹出来，囡仔也一度恢复心跳。不过因为无开伤久，送入加护病房插管治疗，经过半个月的治疗，囡仔因为欠氧性脑病变，多层器官衰竭，医师就是判定脑死亡，加小只好放弃急救。检经调查发现，这4大共顾囡仔的人无合格证照，伊假设地市方向侦办。对着5岁以下的囡仔，专家呼吁物件爱收好，唔通互伊凊彩就摕到。孩子不是去诊所看病都要袋子吗？18颗球，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水银电池玩的那个所谓的指尖陀螺。专家表示，囡仔卡的无细腻食着，包括细切头面、土豆、糖啊、东西啊、药物等等。家长若是发现囡仔厝内底有物件，佫唔知是啥物物件时阵，爱赶紧送病院。心理关社会处是会这个共顾囡仔的人6000到3万块罚款，并且公布姓名。记者综合报道。今个礼菜大厝介绍帮办的情形又搁发生，农粮署今年是管控这下场菜摘的数量哦。目前来看，11月份的顶半个月有可能会出现过量的红色灯号，所以农民爱特别注意，唔通种上过多。为着掌握种高丽菜的面积，互产销会当平衡，农粮署去年8月份开始推动登记制度，农民若配合登记，都会有补贴。不过农民讲手续真复杂。所以今年改做统计种菜的业者，供应偌济菜摘，到9月初为止，拢总供应598万丛，已经达到警戒值。所以农粮署针对11月初到11月中发出红色灯号的警示。已经到我们的合理面积的比较上限，那你如果说再超过的时候，就会变成紫灯。那紫灯的时候就是超量了，到时候可能就会产销会有一些失衡的一个状况。农粮署呼吁农民爱注意菜种的情形、分散风险，因为11月份开始，关山甲平地的高丽菜产期会停塌。不过，分林种栽的业者表示，家己即卖卖出去的栽甲去年同期来比，敢若有1/20。业者认为讲，真正的高峰期应该是等天气反冷了后才会出现。今年目前气候也遮热哦，农民对种方面嘛，算也无作用的。阮东行的大家拢爱叫讲今年啊，较无晒人点。业者表示，天气热，菜就较好种，若无人主文要买，农民大部分是袂种。农粮署表示，即届发布红灯，主要是要提醒农民。虽然今年到搭种的数量有比往年还佫较少，不过也是爱互农民量早准备，准则种的数量，尽量互产销会当平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市的环保局利用本色焚化炉边的空地来设示范的基地，嘛请志工做伙来管理哦，用饲鸡种菜方式来除草，一年就会使来生产上万粒的有机鸡卵。大门前这片菜园，往过是一片的杂草，占地差不多1000平方公尺的芳草农园，内底不管是青菜还是水果，完全无撒农药，是透过饲鸡仔的毒土骹甲草仔的特性，甲杂草扫了了。虽然收获无多，但是大家做啊就欢喜的啦。咁来做，唔是讲要赚偌济钱，就是大家见面讲哦，咱今仔日落成花那生汉高就欢喜的。我觉得我来到这里有一种回归土地，然后我也觉得我跟伙伴都这样的觉得啦。我们对这个地球，对这个环境，其实无形中在你每次来参与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地球、这个土地是有一些回馈、一些爱护。在鸡条这边，志工捡鸡卵捡甲真欢喜。讲饲鸡不但会使斗不草，逐工阁有超过30粒的鸡卵通好捡。规年落来有上万粒的产量，卖出去会使当作农园的营运基金。大家都知道，这除草剂对我们环境啊、对土壤啊、对水质都有污染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在推广这一块，就是用生态的方式来管理杂草。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我们杂草得以管理，而且让这个土地变得更漂亮。为着要有这个成功的经验分享给民众，环保局这2个月拢总规划10场的教育宣导课程，招民众实际参与，体会生态管理的好处。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来看联合国上新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报告，是讲到10年前全球150个国家协议被保育的目标哦，包括爱保护热带雨林、甲珊瑚礁，大部分拢无达成。
亚马逊雨林是全世界上大物种上最热带雨林，伫最近几年常常发生火灾、大量错查，像印尼的红毛猩猩伊的栖地就被破坏。气候变迁国家面对过度的开发自然资源，全世界各地生态恶化，物种面临着生存的威胁。10年前，全世界150个国家伫日本爱知县签公约，设立20项目标来保育、防止已经知影濒临危险物种的绝种。伫即马这款目标，大部分拢也未达成。 Some of the most disappointing ones, for example, deforestation, especially tropical deforestation. In 2010, I think we set reasonable goals that we could have met if we had made the effort, and we haven't. 这是联合国第15发表的第5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上新报告。科学家讲，虽然结果无啥理想，不过会当互各国检视并且改进。 譬如讲，虽然无达到目标，减少58%森林错查量，不过伫过去10年，比顶一个10年确实是减少1/3。About 1/3 global fish stocks overexploited already, and that is worse than it was previously. And if you then look at different regions, you will see that in about half of the fish stocks of the world, those that are well managed. From 3% to 7% of the marine areas that are protected. That's almost, not quite, 17% of terrestrial areas protected. 另外，伫俄罗斯北极地区第一遍发现冰河时期绝种嘅动物的完整尸体。 因为拢一直掉伫咧冰内面，所以腹内、喙齿甚至片仔拢真完整，有可能会当摕到伊的 DNA， 为物种研究带来重大突破。伫最近几年气候变迁和永冻土扬起，愈来愈多冰河时期的物种被发现。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气候暖化影响北欧的国家冰岛上大的冰川，目前是以每1秒减少15万公升的冰，这么紧的速度去扬。科学家是真烦恼，讲唔免200年的时间，冰岛的冰川就会全部消失了。伫冰河顶头行是体验冰岛上热门的活动之一，不过冰岛的冰河受到气候暖化威胁，扬的速度真紧。 去年，和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冰岛上大瓦特纳冰河，伊的冰层以1秒钟15万公升的速度伫咧消失，一年就131公升，5年了会完全变样。If I came back in 5 years' time, where would I be standing? Probably on ground. This would all have gone. Yeah. The surface is lowering very rapidly. The retreat is about at this place is about 100 meters per year. And so in 4 years, yes, you will stand on the soil. 冰岛有11%的面积是冰河，冰河带来丰富的水资源，提供水力发电，也创造观光收益。不过，冰岛人也面临着冰河消失的危机。2014年，冰岛宣告第一条冰河死亡。去年8月，当地人替这条乌鸡冰河办丧礼。 看卫星相片，1986年依然是规大片，到去年是敢若喷喷的几点啊点。土家本来冰层拢变做石头加土壤，科学家担心冰岛顶头400多座冰河有可能伫200年内全部拢消失。150, 200 years, more or less, all glaciers will have disappeared. Iceland will more or less be glacier-free. 科学家讲，这样积极对抗气候暖化，又有机会救冰岛的冰河。不过，冰河的生态改变也会对冰岛的居民带来正大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一个真出名的设计kimono的设计师，因为疫情影响，伊家设计翠阿帽嘛真受到民众的介意。另外，日本帽也照发展出会使讲8个国家语言的翠阿，做回来看卖。 国际有名的护肤设计师高桥李子，甲伊圆形甲第三角度的护肤的布料改造做翠暗，3加翠暗的布料的图案，拢甲大家印象中无相共。手ぬぐいの生地をたくさん持っているので、それで作ったらどうかなっていうことで提案してで作って送ったんですね。そしたらすごく喜んでもらって、でいろんな方からマスクは作らないんですかっていう話をいただいたので、それであれば少し作ってみようかなっていうところから始ま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有东京艺术大学附属学位的高桥李子，无想希望和传统束缚调和，所以护肤的花色拢甲一般传统的无相共。今年伊本来甲一间新开幕的豪华酒店签约，为设计东京奥运限定的客房浴衫，不过因为疫情影响，也改变需求，护肤浴衫变做翠暗。收入虽然减少，不过伊真乐观，讲希望借这个机会
和各界自水庵回头去熟悉好好文化。仕事がなくな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はなく、逆にものすごくそれで忙しくはなったんですよね。水庵即马大家拢需要，日本一间智能公司就推出一种智能水庵，会当讲8国嘅语言，讲话变做文字，声音佫会当放大。暑い日が続きますけれど、体調の方はどうですか？ It's going to be a hot day. How are you feeling? Comment est votre condition physique? Continue, mais quand il fait chaud. これはスマートフォンの画面に出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それからですね、文字をですね翻訳して喋らせる言葉。这种名叫做西非式水庵，有设计一个空会当透开，袂当当便当，所以才挂伫咧一般水庵的外口。即马也搁爱互伊的材料袂引起过敏，拍算伫咧年底踮日本上市，计销是一副$40，差不多台票1180块，已经落1000张的订单。记者综合报道。再回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头家。今仔日是要叫我来教大家数字啊呢？我是袂晓啦。不过我会使来教大家一个词，数银仔汤。数银仔汤汉字写做数银仔汤，罗马字写做424。银啊，汤汤，数第1条，银第5条，啊第2条，汤第1条。烧圆啊、铺圆啊、食圆啊，是咱一寡节日的民俗。不过伫台语的语词里，有一款圆啊是袂当食的，就是烧圆啊汤。烧圆仔汤的意思是咧讲，为着保免即位，也是报工程的时阵，摕利益去甲竞争的人对换，互因退出，通互家己减少竞争，安尼就叫做烧圆仔汤。伫台湾较常听到的烧圆仔汤有选举甲报工程，不过选举罢免法内底有规定，选举若烧圆仔汤爱红掠去关。这叫做烧圆仔汤条款。无啦，水果是我种的。烧圆仔汤拢是为着大利益，才会足侪人唔惊代志逼空、宏乖、冒险咧请拼，有时甚至连命都无去，也是唔通安尼才好。人讲分袂平，拍甲29暝，意思是讲。咧分利益的时，安怎分，拢会有人感觉无公平。分到尾啊，甚至冤家相拍，冤袂煞，拍袂煞。谢谢。佫有一句俗语讲：选举无师傅，用钱买着有，是咧警惕台湾较早的选举现象。民众拢知影啥人咧买票，简单司法机关唔知。六烧圆仔汤、铺圆仔、壁空、车饼、
分未平，拍甲二九暝。选举无师傅，用钱买着有。大家拢知影，头家我做人脚踏实地，骨力拍拼。拄着竞争的时阵吼，去甲人烧伊仔汤，我才无爱咧。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